這是民國40幾年的代誌。有一天，佇學校，校長來甲我講，有一個原住民族的喜宴，愛對花蓮光復鄉落車了後，開始爬行上山。聽講這個部落愛行3點外鐘的腳程，你敢有想要去？校長知影我對原住民族的文化習俗甲音樂足有興趣的，才會招我做伙去。好，多謝校長，我一定要去參加。透早，阮佇新社坐1點外鐘的車，才駛到光復鄉的登山口，開始起行。沿路攏上行，會使講爬甲平平喘。路中拄着一個原住民族人，伊騎腳踏車，閣行比阮較緊。有人講對較緊的咧，對較緊的咧。伊若到山頂路行的時，伊就會用騎的。阮真正佇山裡看到日劇表演。這段路行到喜事的主家，拄行7點外鐘，才到舉辦婚宴的部落加瓦蘭族的婚禮。若較慢呢，都袂赴觀禮。照例都愛包紅包。我用迄當時的經驗，差不多包10塊左右。想講遮爾深山，包5塊應該都袂失禮。當要食倒的時，主人煞請我去厝內甲頭目、村長、校長做伙坐大桌。我就開喙問校長：“請問，佇山頂紅包的行情是？”校長輕輕啊甲我講：“一般無深厚的，包2塊，都全家攏帶來食喜酒。你包5塊，差不多是上大包的。頭一項菜是沙西米，我毋知這菜是啥。聽講道的貴賓咧講，才知影是青山地瓜。頭一擺拄着這款食法，校長叫我硬一塊來吃一個，看着實在膽膽，就找一塊上細塊，用嘴等一個擱粉粉。我看別個來賓攏食甲真歡喜，真自然，我卻吞袂落喉。接落是出主菜，我嘛看無這道菜是啥物料理，偷偷啊問校長。校長講這是西腸，嘛是沙西米。哇，這我哪敢食？校長知影我的情形，佇貴賓的面前，甲我解圍，較袂佇現場失禮。講林老師，你趕緊出去看，族人唱歌甲跳舞，大家禮服、舞步甲歌聲攏真精彩。你無趕緊出去看，連病都閣無共款。外面幾百人手牽手圍一個大的螢空啊，照音樂的節拍，真自然咧跳舞。螢空啊的外面，幾個人都圍一個細的螢空啊，塗骹擺五步烏的葉啊，佇葉仔頂放喜顏的青草。這款場面嘛是我頭一擺看到。雖然行路行遮遠，禮金是包上大包的，不過要看到正港加瓦蘭族的喜宴，真正是機會。參加這場宴會，感覺足有意思的。